根据统计，台湾每一天有超过2000名妇女死伫咧乳癌，乳房摄影是目前实证上有效的乳癌体检工具。国际妇伦三四七公地区、甲台南钻石妇伦社、甲卫生福利部病院合作，将医疗资源扎入去社区，提供免费体检的服务。那乳癌的死亡率在台南市是高于云林跟嘉义，所以呢，我们特别需要妇女们定期来做乳房摄影，以早期发现。今天是我们钻石妇人社的服务计划，就是从那个这个因为乳房在我们的妇女来讲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举办了这一场乳房筛检。在这个8年前，阮就有办这个乳癌筛检车开始离这个咱文嘉南地区拢有咧做这个巡回的筛检这个咱钻石社利用咱这台车想讲伫这个母亲节这个左右来安排这母亲卖当来做这个健康检查病院邀请45岁以上、70岁以下的姊妹来做检查，因拢非常感谢妇伦社用心为妇女的健康来关心。体检完了后，还会当得到一顶安全帽仔。现场还有医师来宣导乳癌的相关知识。平均我们平常乳房摄影大概使用的筛检率大概有到40%。那像国外的话，其实一些比较先进国家，大部分都已经有到60%到70%了。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蛮鼓励，就是妇女们，如果今天假设你对于乳房相关的状况不太清楚或不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出来提供，就是我们现在国健局都有提供的这种免费的乳房筛检。大概每2年做一次。卫生福利部感谢妇伦社为女性的健康把关，并表示大家透过公私协力，斗阵来呼吁社会要重视身躯边每一位女性的健康。但来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